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民阿拓啊。观众朋友，夏至拄啊过，用电高峰得要到，经济部电价评议委员会6月27要开会讨论用电的计效。这个会本底是2个月前爱开，因为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来前着，即马国际能源起价，咱发电有外靠国外进口能源，但台电表示今年已经了600亿，若是无起价，强要挡袂牢啊。逐当4月、10月检讨电价的会议，咱台湾前7摆起价拢甲挡掉的。即摆按算针对工业用电较凶的大户来起价，这对咱制作业影响真大。大家开始咧烦恼甲讨论，嘛佫见若咱发电大面靠进口能源，国际行情若起。高不涨，咱嘛就要对用再生能源力量来发电，这是咱未来需要更较要义的步数。到2025，咱力量发电需要到2成哦，做了有够紧无？会当安怎更较进步？今仔日咱做伙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湾公民电线蔡中岳执行委员。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时代力量立法委员陈椒华委员，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金台能源公司张国兴副董事长。主持人2位来宾，还有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摆看吼，咱是逐当4月甲10月开会来调整电价吼。今年4月头摆决议讲今年吼无要起价，因为即摆因为国际能源的起价吼，过来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互人感觉强要挡袂牢啊。因为台电表示讲，今年已经了600亿吼，若是无起价，会去开吼，过来。至少爱去8%才会好吼。即马6月27要开会，会针对用电的大户甲用电较凶的徛家来起价。总是咱看到工商协进会理事长讲，即马热人的电价要实施啊，毋是起价的时机，若是。干那针对用电的大户来起价吼，制作业会出走哦。这咱今仔日要来讨论。过来，咱看到去年开始传的假消息吼，讲用电的电价，逐工吼是分3个时间，较贵的时间比平常较贵5倍到10倍。这无样吼，大家唔通过来过再传吼。这个问题，咱今仔日要来探讨。大先来看起电价的报道。日头正大，全台湾12县市超过36度的高温。台东县太麻里乡全台湾上热，下晡2点外温度37度半。20全台湾尖峰负载用电量来到3860.9万千瓦，创下历年来6月新高，也是历史上第4高的用电量。夜间末之后会配合来调度整个灌肠水利，还有徐量反应的一些调度，夜间末的供电稳定没有问题。不过用电量愈大，台电了愈侪，因为国际燃料价格大起，其中国际涂炭机会价格一吨389美金，天然气每100万营业机会价格为今年的3块美金起价6.78美金，价格起1倍外。台电每一度电发电成本差不多3.07，不过每一度电平均定价敢若卖2.62块，台电发电量更较大，嘛是卖愈侪了愈侪。整个把国家拖垮不是办法，该打还是在这里打。我们电价其实，在国际上不是算比较便宜。通膨很严重，这时候电价都还要涨的话，那对人民的生活还是会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后礼拜27要决议7月电价是毋是起价，有出现3种讲法：第一是无起，第二是起足3%，第三是加起用电大户。不过，这3套剧本无论用倒一个，台电恐惊也是愈了愈侪。如果说电价贵，很多厂商就知道我不要生产，因为我这样生产根本一点都不划算，没有真正去反映成本的话，是我们整个国家在倒贴它。台电表示，电价已经连7届无起啊，连做7月阁无起，台电1月至5月，预估会了价500亿。依照电价公式，调整幅度上侪3%，就算起足3%，嘛无法度弥补亏损。台电预估至少要起18%，才有法度勉强拍平。燃料价格就上涨，不管是煤或天然气都是几倍的成长。1到5月一定会比469亿还要多，应该是会突破500亿啊。国内物价压力大，未少民众烦恼通货膨胀，若是电价阁起，真悬的物价会继续起。若是无反映成本，安尼电价了伤济，后届也是全面爱付。记者综合报道。
中共兄，咱即马热人伫要搞吼，会烦恼讲用电量的问题。总是咱看到报道讲用电量愈悬，台电卖愈侪电，因了愈侪吼。因为安尼讲要来起价公民电线针对这个问题看法是安怎？咱敢需要用这个起价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电价问题哦，其实差足久啊。逐年咧讲这要处理这电价问题的时阵，其实民间团体拢支持讲要起淡薄仔电价啦。吼，咱为啥要支持呢？咱看吼，咱为2018年的时阵开始无起嘛，吼，刚头拄仔讲是。电线7届拢无起嘛，这届是第8届开会嘛。毋过过去3档吼，2018年到即马吼，到旧年啦，咱全台湾的用电哦，已经增加164亿度。哦，增加较侪啊，其中内底吼，工业的部分哦，伊是增加124亿度，所以。咱增加的部分吼，有76%是咱工业用电，所以其实咱为头拄台电是讲这是原料的问题嘛，吼，其实台湾用电是愈来愈侪啊。头拄咱看新闻嘛看嘛，咱6月20号是台湾用电第4悬的这个时间嘛，吼，今年咱一定想吼，咱7月8月的时阵哦，一定个。一届吼，咱用电量系愈来愈侪，所以其实咱看吼，咱电价拢一定无起，毋过用电愈来愈侪。那假是讲过去咱是咱补贴咱电价的部分，然后大家吼生活敢若较好过吼。毋过这个办法愈侪愈久吼，其实对咱的规个能源的发展哦是无啥有效的哦。为啥物安尼讲呢？头拄仔咱讲吼。以价质量啊，但是电价愈悬，大家是会较省嘛，唔敢用较侪电吼。毋过咱即马讲要起的这电价，是咧处理工业的工业的甲用电较侪的人啦。所以其实咱一般民众吼是影响较少的，吼，其不是影响较少，是无啥影响的。但是工业的部分吼，用电较侪的这豪宅吼，要来起嘛。所以伊是讲，咱为较侪用电的人先来起，起价的原因是啥？伊若是起价影响到伊的生产，伊就会控制讲，譬如讲增加伊的储能呢，增加伊的节能的设备嘛，吼，互咱的设备有个更新的机会吼。那而且呢，咱即马搁看吼，咱即届是咱伫公众的，搁讲吼，咱若是起电价，伊就会出走嘛，吼。咱旧年的新闻吼，旧年是咱台湾就侪在工业的大厂，或者中国甲台湾都有发电嘛。旧年嘛是中国在控制伊的电力，伊讲是油电双控啦，就是讲惊电无够吼，叫大家讲吼，你免要用遐侪电啊，或电无够啊。迄当阵嘛是林柏峰伊讲啥？伊是中国政府嘛，伊就讲哦，这是会当互咱台湾的厂商吼优化，从我们的储能设备增加。中国政府讲伊无爱互你遐侪电的时阵，伊就讲哇，我厂商要自己吸收吼，自己成长。台湾政府讲要起电价，伊就要出走，所以完全是无共的标准啊。所以咱过去互咱这工业的这厂商啊、大厂啊勒索太久了啦，吼，所以即届一定要起这电价，互大家有咧节电的诱因吼。咱起电价第一个是电，你惊这价钱愈来愈悬嘛，你用电的较少，而且是咱厝内底，你厝内底想吼，你若是换一个冷气吼，一个月会当省100度电，不过换冷气，比如讲1万块话，你1度电若是2块的时阵，你100度电一个月就省200块尔，这1万块要就对时间才会当换掉嘛。1度电若是10块的时阵，你一个月就省1000块，10个月你就冷气换拢换掉的嘛。所以其实咱是增加咱换增加我们更换设备的诱因啦，所以其实起电价不只是讲以价质量，伊得替咱厂商来想讲啊，我会当来投资吼，互咱的设备吼用电较少的这设备会当来做的时阵，其实对咱的节能拢是较久长的效果。有一个吼，咱即摆要起，大家拢讲要起绿能嘛，吼，太阳能啊、风力发电啊，伊咧做太阳能的时阵吼，伊的价格。处理的建设的价钱其实差不多，好，那是讲电价，啥物差不多？就不管是电价偌济，伊起这太阳能的价钱拢差不多嘛，
起咧完全都相共。啊，毋过你咧电也是愈来愈贵。伊发电的时阵，伊发电的时阵，互你趁转来就较侪嘛。哦。即摆一度电是2块的时阵，伊发电啊发这电，啊，你咧甲你的投资，甲咧处理咧电价的时阵，来平衡嘛，咱会收嘛。若是讲一度电价数较悬，你就想讲啊，建设的价数是偌共款的嘛，所以你会当起搁较侪的绿能。所以其实起这电价。长期来讲，吼，对咱的绿能的发展啊，若是讲节能设备的这个诱因，搁是咱平常时咱家己咧用电的时阵哦，会较省的，这其实拢是有帮助的。所以其实过去咱头拄仔讲啊，76%是工业用电咧起嘛，所以即摆来为工业用电先来处理是完全无毋对的。而且即摆要起也无起，咱也毋知嘛，因为6月27才要开会。总是咱即摆按算是讲，若是一般的徛家吼，用电一个月330度到500度即个区间吼，未起价，也就是中央乡拄则所讲的吼，一般的徛家未受到影响。若是安尼讲，也就是咱毋免去烦恼讲电价起价了后会抵输即个通货量升的问题。伊这是个过程啊。讲实在，咱即马平常咱家己咧用电啊，这电嘛是全世界哦，应该是前5名吼烧的电啦。台湾所有的电力基本上拢是外口寄来的，不管是你是煤炭，还是讲天然气啊，是用核能，拢是外口来的。所以其实咱家己拢无家己的自有能源吼，只有讲太阳能啊、风力发电啊，有是咱家己的。所以其实台湾的电价遐尔俗啦，其实是无合理的啦。所以啊，毋过即届是咱先处理用电较侪，就是咱工业的甲用电的较侪的人吼，是。公平原则啦，互大家的生活莫受遐侪影响。啊，毋过有一寡淡薄仔，有一寡团体是讲，这价小起吼，不只是应该来起这啦。不过即摆等后礼拜要讨论这起电价会议，应该是咱先处理工业用电，对咱民生是无啥物影响啦。啊，毋过长期来看，咱的民生用电嘛是无够悬啦。所以其实咱要增加大家要节电的诱因的时阵，其实民生的用电嘛是要来做合理的调整。是。这边要起价的传闻吼，咱先来看工商界的反应。有望接理事长吗？我们开大会嘛。一定的。工商协进会改选理事长，现任的理事长林碧峰伊直接讲，虽然是公开改选，不过接任的人就是伊。台新金控的董事长吴东亮，伊讲伊来担起和企业界甲政府的桥梁。不二个伫卸任进程，林碧峰伊要讲，认为讲7月的电钱调悬，无应该干那针对用电的大户，应该都爱规范来调悬价值。制造业会出走，一定会出走。执掌用电大户，那就是处罚用电大户，受政府处罚，我们就应该出走了。林碧峰表示讲，就算电钱起悬到近磅3%，嘛是无法度来解决台电了钱的状况。认为讲现阶段通膨的压力过大，建议分阶段来起悬。不二个，宜美食品的董事长高志祥认为讲，合理来反映电价，电价干那占企业经营的一小部分。全部都不涨，变成电力供应亏损几千亿，税收的预算对经济也是不利的。现阶段的台电是拄撞到卖1度电就爱了1度，不过用电量会因为气温升悬，煞咧增加。台电估计20月即天的用电量可能会达到上悬，备转量的这个电号会转做警戒的黄灯。大潭的互循环的大约74万呢，还在进行税修。我们中火的5号机，还有林口的2号机有破管，今天的备转容量呢，略低于10%哈。台电表示讲，电价是毋是有要起悬，会考虑到物价、燃料成本这因素。电价审议会会来通过规范的考虑，找出上适当的版本。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拄则看到林碧峰理事长吼，讲起价是处罚企业界吼。咱即马来看台湾的工业用电吼，咱整理的资料，甲咱讲台湾的工业用电是全世界第6俗啦。台湾伫这个所在。哦，比咱较俗的是瑞典、美国、丹麦、芬兰、加 Hungary。即马咱台湾1度电是2.4块，这是全世界第4俗的。咱请教陈委员吼，这电价你一直有在关心甲研究吼。台湾这个工业用电，敢有反映到伊的成本？另外，林碧峰
理事长讲起价是处罚企业界，这你敢有赞成？我想因为长期以来台湾咱政府对工业用电的补贴，所以造成这个政府咱爱编真侪预算，去互遮个产业会当维持落去，所以这个造成咱的工业用电的这个电价是真低，这个部分呢，不论是民间还是咱看到真侪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咧强调这个低的这个工业用电，就是造成咱即马能源转型真困难的一个部分一个主要的原因相信咱的政府应该嘛会知影，就是讲咱一直咧期待讲咱的小英总统也是咱的苏议长咧过去咧经济较稳定成长的同时应该同时来做强化咱民众对能源的意识个伊的了解尤其咱看到讲在物价稳定的时候，咱会当了解讲应该紧来做这个外部成本内部化的一寡准备譬如讲拄到有看到有听到，就是讲咱爱节电要安怎节电，还是讲这个电价的这个适度的这个管理互这个高耗电伊的弹性这个电价会当去互伊个电价较合理化的互咱的用电量会当适度做一寡调降我想这拢是咱要对能源转型这条路应该对民众、对政府还是企业咱应该爱做。不过就是讲这个部分一直做了无好所以干那政府一直持续咧补贴这个工业用电互因的电价真低所以你长期的这个补贴之下尤其包括真侪高耗用电真悬，还是用水真悬的这个产业因长期拢是享受到这个低的低的这个水价，搁低的这个电价，所以因已经这个享受真久啊，就是颠倒讲伊嘛是无咧平常都无咧准备讲要紧来做这个产业的调整，还是讲要安怎互因的能源会当转型，所以目前。委员，你拄则讲到外部成本来内部化，这具体来讲，甲工业界有啥物关系？因为咱看到就是讲长期咱知影讲伊来补贴这个工业用电所以互一寡这个用电真悬的这个工业用电的这个产业伊制造真侪这个用电所产生的这个包括空污包括这个废弃物。因为这个空污，咱爱搁造成这个这个空气歹逐个会身体会无爽快，所以就爱看病所以这个外部成本就是讲，咱因为这个环境的这个污染搁这个废弃物要安怎处理是毋是乱弹去这个农地造成农地这个土壤的这个污染、地下水污染，所以这拢是外部成本。所以这个能源的使用，如果咱一直互伊真低的这个价小，就是这款这个较污染的这个能源，都一直爱咧使用嘛所以这个外部成本咱一直无办法去甲伊纳入这个，爱甲伊计算讲伊到底会造成偌大的成本，所以无去转嫁到这个工业的这个产业顶悬。所以咱即马就是希望讲，当然台电即届是主要是讲我已经这个这个包括这个能源价小悬，所以伊已经都爱搁就是这个成本提悬包括可能几啊千亿，所以不得不这个经济部不得不讲咱爱来调升这个电费了所以这个电价就是讲，你这款情形之下来调整，但是咱应该爱了解，就是讲咱长期以来，咱的电费、咱的电价都是无调整，所以咱甲这个产业甲伊成歹去所以你看伊动不动就讲阮就要出走
吼啊，因为其实就是无竞争力啦，吼，啊是讲伊根本就无真正去思考讲，伊享受到这个低电价、低水费的这个情况之下，吼，就是造成台湾经济无应该这个本来就是无应该，互即款情形产生的这个环境的破坏啦，所以我是感觉讲。 咱应该爱去推动电价合理化，吼啊，互民众会当了解讲，其实吼，咱应该爱紧来检讨，吼，除了这个电价，吼调升，吼，咱嘛爱政府嘛爱注意讲，其实目前民生电价是不能够调涨的，因为即摆这个物价啊个通膨，吼，这个。 委员，这小等，因为即马民生的用电可能无要调整吼，讲到这个电价合理化吼，咱副董事长，拄则咱讲到讲工业用电要起价吼，工商协进会就讲这是处罚业界吼，总是咱想要问一个问题，起价敢一定拢欠点，敢对产业界敢无优点呢？我想吼，这个足侪代志吼，你爱。 等于这个经济的基本面啦，吼，咱拄则两位来宾拢讲过，咱的电价长期拢足低，吼，长期拢足低，老实讲，你这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无健康的，所以这个电价合理的起，我想这是应该。当然，因为咱长期吼，这个电价拢足低啦，即摆突然间吼，要起电价吼，大家感觉讲无啥碍摇啦，吼，碍摇，所以我想这个电价爱起。 这是一定爱做的工作，只是讲你要安怎起甲互老百姓讲，都消化无啥爽快，但是嘛袂讲足痛苦的，吼，慢慢起。我感觉这可能就是讲在起这个电价的时，爱考量的啦。不过起工业用电对这个产业界因是足艰苦的呢，因为迄个本钱会起足济。土的，你若普通时做一个产品吼，赚5块，即摆互你变赚4块8。 你嘛足无爽的啊，对无？这人的这是人性啦，我感觉这工业界当然徛伫这个伊的立场来讲话，我想这也无啥物讲好批评的啦，只是讲咱就是讲爱做代志拢爱合理啦，你经济基本面咱顾着，基本面就是讲爱反映成本，这种即摆电价要起这个问题，能源起价这个问题，唔是干那台湾有尔，这是国际问题。 所以大家爱去看，咱国际上人成本拢提高，你先啊运输成本提高，你无讲这是在甲处罚，即摆电费提高，你讲这是在甲处罚。我想这种的可能讲法上，大家有无共款的这个批评啦，无共款的看法。拄则迄个总业嘛讲着，其实咱要互这个电会当稳定，有2个方法，一个就是讲你爱开发电源，设电厂。 也是讲设这个再生能源，这是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爱生电、节电，要互这个能源的使用靠效率。要节电，你若讲电费足俗的，我电费都较俗，我想我都无迄个，袂讲想讲电爱收较省咧哦，无我即个月电费较济，所以我感觉讲这个电费提高，对咱这个节电、生电嘛有帮忙，这种诶，我感觉这是一个自然的，这对讲经济的基本面啦，咱拄则讲着，拢讲到这个工业用电，其实民生用电，台湾是全世界第4俗的所在，所以其实咱的一般啦，住家啦，咱迄个厝内底用的电，其实是全世界第4俗，比工业用电较俗，所以我感觉，其实我感觉民生用电嘛是爱合理，反映这个成本。 这种物件就是讲，你都无法度啊，成本提高，这个燃料起，就大家共体时间啦，这个唔是干那讲能源起尔，运输费用起啊，原物料拢起，即摆是足侪头拢起，咱是讲看要安怎共体时间来面对这个问题，这是政府、工业界、民间爱共同努力的所在。是。 我来补充一个补充一个几个数字啦。头拄仔是讲这李柏峰董事长伊在中国咧限电的时阵，伊讲是产业改善的企业的体质的方法啦毋过对来台湾要起电价的时阵，伊就讲要出招除了这以外头拄仔讲嘛，过去3冬这起用电量起较悬的是工业用电占76%，而且咱
咱台湾的研究是讲哦，即卖电费啊，在咱制造业内底哦，伊的成本内底电费差不多无到2%尔。所以譬如讲，若是讲咱工业用电起10%，吼，头拄是讲8%嘛，起10%差不多是0.25块，吼，起10%了后，伊对咧生产的规个成本差不多是2/1000尔。所以其实讲啊，影响足大啊，吼，咱过去咱台湾的研究，工研院的研究就讲啊，电费占咱制造业内底的成本根本无到2%尔。所以其实咱若是讲要看成本，甲咱即马要讲，你若是起电价，我就要出走啊，其实完全无合理的。过去台湾的工业指数、制造业指数，在今年哦，这几档内底咯，拢是制造业愈来愈好啊，工业愈来愈好。所以因若是愈来愈好的过程当中，拢是用遐少的电，完全无合理啦，牺牲台湾的环境，牺牲台湾要省电的这个政策。所以其实对咱台湾的工业来讲，你起咧淡薄仔电价，拢对你的成本是影响足少的。是，讲实在拢起无够啦。所以其实完全，咱看咧数字来讲吼，咱制造业、工业来起这淡薄仔电价是完全合理的。啊，拄则讲，若是电价较悬吼，你用电就会较省。工业界若是工厂要省电，有啥物步数？其实咱即摆定定咧讲吼，伊要即摆要减碳嘛，减碳这个。全世界要减碳，要收咧碳费啊，就讲碳税，所以伊对因来讲，第一个是咱制程吼，就制造的过程当中的机械吼要换啦吼，所以其实咧机械换是对咱用电一定有帮助的。就那像讲咱厝内底一定有冰箱嘛，有冷气嘛，咱换电换成一级省电的冷气的时阵，就会当省电了。所以机械换其实对咱有帮助，啊，毋过机械换爱成本嘛，所以若是电价无起了后，这成本对伊来讲，哇，电价无我。换掉要偌济钱，啊，省的就是遮济钱尔。但是电价起了以后，伊换掉就较有，安尼balance较好啦。吼。第二个是咧，伊咧要衡量讲，伊要生产的这个量啊，到底是偌济是，对伊来讲是较合理的。过去台湾的水甲电拢足俗的，啊，水甲电足俗，在全世界即马地球村内底会吸引虾米厂商来台湾投资，就是用电较济，用水较济的。是。因为对咱来讲，我伫越南市场在中国市场拢会行的啊，啊，毋过遮电上俗，我用电上侪，我就来台湾市场啊。哦。对咱来讲是完全无公平。讲实在，咱台湾这厂商大部分拢不只是咧台湾有工厂啦，在全世界无共所在。若是讲我是讲人力要用上多的时阵，我可以找一个人力上俗的所在来起嘛。啊，用电上俗。用电上做起啊，我就想啊，台湾用电介俗嘛，我就来台湾起嘛。伊咧评估的时阵，伊就会为这电价啊、水价啊来看。所以其实对伊来讲，伊要重新来看，讲在台湾的电价即马是安尼的时阵，伊要安怎布局吼？设备的改善，伊咧布局策略的改善，其实对咱来讲的节电都有帮助啦。这部分我嘛小补充一下啦吼，你讲这个工业用电变啊省吼，当然这个。中业拄则讲吼，就你即个设备吼用较省电的，这是一个方法。啊，过来就是你制定，吼你这规个制定，看要安怎较有效率，啊，这嘛当省电。过来就是讲你足侪工程内底有真侪空调，啊，这真侪空调有可能拢足旧的啊。这空调本身效率无好，啊，要安怎甲这个空调吼改善，爱当省电，吼这嘛当省电。过来就是讲你这工业生产吼，其实咱为的是24小时生产，啊，你会当安排讲你的生产。吼，伫即个离峰，吼离峰的时，电用较少的时阵，吼，你生产较济咧。这嘛制定的安排，这嘛当节省啦。吼啊，我想这种各种方法，吼拢会当做。啊，我想这工业界应该嘛是，那当这边电价真有起，我嘛希望讲咱这个工业界会当面对这个事实，吼，爱当来改善啊，节电，吼啊来当节电，吼，我想这对台湾规个供电稳定嘛是有帮忙。是，副董事长，我即马来问一个问题吼，我徛民众的角度吼，咱来看台电吼，这几年啊，趁钱甲欠开的状况吼，咱看到讲对2017年开始吼，伊趁228亿，啊，过来是趁300亿，这几档拢有趁吼，总是咱拄则有讲过啊，就是讲这几档咱的电价拢无起。啊，若是民众来看，就讲啊，无起电价，你都油源都趁钱啊，即摆你是安怎要起价？是，我想吼，这个其实台电吼，
我想这委员真清楚，伊是一个国营事业啦。其实台电有趁钱无趁钱，甲一般企业是较无共款。有当时伊要配合政策，有当时像过去迄几年，当然因为迄个燃料啦，燃料成本有较低，所以伊会当趁钱，所以这有当时无一定讲是反映着规个经济的基本面。即摆你既然这个燃料成本已经起遮济啊，我想你要反映这个成本，这是对的啦。而且你若讲台电，伊若讲有较济经费，咱即摆拢无希望停电嘛，对无？无希望停电，其实台电咱的电力系统已经有遮济年啊，已经几啊十年，甚至已经几啊十年，咱电力系统内底其实有一寡物件拢已经旧啊，咱电力系统其实即摆嘛无讲遐稳定啊。有加趁钱的话，会当把这钱投入咱的电力系统，互咱的电力系统会较稳定。咱电力系统若较稳定，咱就免惊停电，也是讲这个停电是讲这个欠电，这个可能性就会降低。我想对咱的国家来讲是好的啦。是，委员，你伫国会内底定定伫看台电的预算啦，甲台电趁钱也是去开啊。这个台电前几年无去电价，有原是趁钱的状况，你安怎看？咱来看就是讲，即马因为国营事业伊有真侪政府的补贴，所以在伊会当符合的这个电价之下，它每年各有一寡小盈余。但是咱嘛看到讲台电因为登久以来伊的负债是很多的就是好几千亿吧，甚至上兆所以要安怎用这盈余还要去做一些这个负债的抵消之类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刚刚我们副董也提到，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能源的这个原物料上涨之下它一下子也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么高的这个燃料的上涨，所以一定要反映在现在的电价顶管了所以我咧看讲，咱即马其实这个工业用电上涨不只是一个契机啦，就是讲咱来看讲，他都要有提到外部成本，还是讲应该用绿色 GDP 的角度来看讲。这个产业因为这个工业用电的小幅度的成长，个也用水的这个价钱要耗水费要征收以后的，这个产业到底会当来有竞争力无所以即摆政府咧做的就是讲来暗示讲，你这个产业若真正无竞争力你就爱调整你爱调整，你若会做就做若袂做，你就可能爱收起来。那会做的话，就是讲你爱去像头拄有讲的，咱的设备啊、制程啊会当换的，互伊的这个能源使用效率增加互伊的这污染降低。我想这拢是会当做的。所以即摆咱来看台电这个除了讲这个。有趁钱，毋过伊的负债搁遮尔悬要来应付这个全球性的这个原物料的上涨搁燃料的上涨，的确政府还是要有一个合理的这个电价的调整可能即摆调的还是搁无够真正反映这个原物料的这个上涨。是好，观众朋友，咱即摆来看这是咱消费者物价指数的统计资料，咱台湾今年正月到5月，甲去年来比咱是起3%左右。咱即马讲到起电价，大家就会想到这民生的问题中间兄，咱看到起电价了后，咱会烦恼讲，因为电价来起价。互别种的物价嘛，共款来起价，大家的钱就变较薄。虽望咱这边的起价可能袂影响到民生，毋过若是对接受这个工业界的这个议题咱看到昨咱的节目有讨论到美国联准会升息，升息了后，咱的台湾钱共款嘛变较薄因为安尼，咱对咱的出口实在是较有利。用安尼角度来看，全面来看，对工业界的影响，其实敢会真正会遐尼大？其实头拄仔咧讲因为即马全世界这个物价咧起的时阵，较侪拢是即马
美国的通膨的问题嘛，美国通膨问题即摆就歹处理的啦，不只是升息，升息唔要升偌济时，才会当来处理咧通膨的问题。所以对咱来讲，台湾的规个经济的这个出口啊、进口啊，拢是甲这欧美社会较接近的。所以其实对咱来讲，即马物价有淡薄仔调整是一定会发生的，但一定会发生，不管是咱电价有起无起啦，这因为美国这通膨的问题，所以其实一定会来做淡薄仔调整。啊，不过头拄仔讲一个数字嘛，咱台湾的制造业，伊规个电费对伊的成本、生产的成本无够2%尔。所以，伊若是讲啊，因为电费起啊，我要来起我的物件的价销，伊一定会安尼讲。啊，不过这敢是合理的，咱要想看卖吼。所以，其实对咱来讲，省电价起了后，伊就是惊讲这成本的问题，伊要省电嘛。省电对伊来讲，佫有一个好处，因为未来吼，毋是未来，要要搞的就是咱欧盟要收咱的碳关税，吼，全世界要减碳，要收咧碳费的碳税啊，这一定出口会影响。咱台湾即摆的发电的结构内底，也是煤炭啊，甲天然气较多，所以其实伊用愈侪电，伊要收的碳费就愈侪。所以其实对伊来讲，省电是一定爱做的，不管电费有起无起，好，所以这是基本上伊一定爱做的。所以长期来讲，对于即个公司的发展来讲，对工厂的发展来讲，伊一定要想办法来省电。咱即摆来起咧电价，只是互咧电价，讲实在，我都讲还无够啦，吼，还无够合理啦。伊长期来讲，伊就要省电，要减碳，要减电的咧电费，所以对伊来讲，即摆咱过去咱拢唔敢起嘛，即届来起了后，就是互伊有搁较侪的动力来做这处理啦。头拄仔讲嘛，伊的成本即摆无够2%尔，所以对于咱台湾人来讲，咱嘛是目睭紧紧来看这工厂。因即摆是安怎想讲啊？因安怎甲咱讲啊？所以要起这电价，所以我要起这我物件会愈来愈贵。这要大家做伙来监督啦，这才是对咱的台湾的产业的发展哦，长期来讲才是好的。啊，头拄仔老师嘛有咱委员嘛有在讲嘛，这是一个产业淘汰的方法啦，就是讲，若是讲你的竞争力无够的时阵，有可能你就无法度会当来面对这个电费来起。啊，毋过讲实在，头拄仔讲10%尔，对伊来讲拢是少的钱啦。所以其实真正的挑战是即摆外国吼，即摆咧通膨的咧问题。电价这个代志对咱的制造业来讲，其实唔是遐济啊。是，好，观众朋友，即马咱来探讨再生能源甲绿能的问题吼。因为咱若是讲咱的台湾的发电，拢倚靠外国进口的能源，若是国际社会能源的起价，咱国不将一定都爱对。总是，若是用这个绿能来发电，咱就有较济的优势吼。咱即马来看。国际能源吼起价，咱需要来对，咱即马用油来发电是45%，伊是起45%，土炭是起73%吼，天然气起34%，因为安尼，咱国不将都爱来起价，总是咱台湾有一个绿能的产业的条例吼，对到2025年，咱的绿能爱到20%吼。另外，就是这个条例内底，再生能源条例内底嘛有规定讲，用电较凶的大户吼，到2025爱家己生产10%的绿能副董事长。这个10%的绿能内底，咱规定讲大户吼，会当做的代志有几项，就是家己买设备来发电。过来也是讲去买绿能的凭证，吼，过来是做土能的工作，吼。咱这个3个做法内底，吼，家己发电，家己发绿能发电，这咱会当了解。买凭证是啥物意思？买凭证吼，这足简单讲的，就是讲你即摆吼，因为咱这个全世界吼，因为地球暖化的关系啦，吼，咱即摆开始足侪人在讲的，就是讲碳税，吼。迄个你生产一个产品，你排偌济迄个二氧化碳，吼你就爱付偌济钱，吼碳税。因为有碳税，你就有迄个碳价啦，吼有这个碳价，所以你比如讲我即摆爱设迄个500 kW 的这个再生能源，但是我无要设，我就来买这个凭证。这凭证就是讲，
我一个k 瓦，吼，诶，这个电，哦，一个 k 瓦的电，吼，我要付偌济钱，吼，还是讲我这个排，因为我要生，我要付偌济二氧化碳，啊，我这个付偌济二氧化碳，我一栋的二氧化碳，我要付偌济钱，吼，这是平静啦，吼。啊，另外一点就是讲买这个碳税啦，吼，碳税，啊，这是一个取长补短啦，就是我今仔日我可能我家来设立这个再生能源，我有困难，啊，别人帮我设，啊，我付伊钱，哦，同款有法度达到这个节能减碳的效益啦，哦，所以这是主要的这部分。啊，你拄则有咧讲吼，讲我做因为这个原物迄个啥，迄个燃料起，所以这个发电的成本起啦，吼，啊，其实再生能源，吼，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其实再生能源的成本嘛起足多。哦，安怎讲？就是因为再生能源内底足侪是原物料，啊，过来运输的成本，吼，这种起，啊起了后，其实对咱这个再生能源成本嘛起足侪，吼，啊，尤其是像咱这个离岸风力，咱这离岸风力是足侪拢爱靠外国的技术，啊因为这个 COVID-19 的关系，外国技术要来台湾，成本嘛变悬。原物料起价、运输起价，所以伊这再生能源的成本嘛拢起悬。吼，所以咱若检验讲过去，吼，咱这3年内底，迄个再生能源发展的情形，吼，2020年吼，其实咱迄阵啊有按算讲，这个离岸风力超有90 mega 要上网，结果到尾实际是0啦，挂0。啊，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 COVID-19 的疫情，和这个运输。啊，甲外国的这个技术要来，拢受到影响。哦，啊太阳能，太阳能迄年本来要150几 mega， 到尾嘛差不多90 mega 左右，所以嘛减少60、70 mega。是。所以这个疫情老实讲，逐项拢影响啦，逐项拢影响。所以即摆若电价要起，我想咱老百姓应该是要用平常心来看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疫情发生的，咱嘛好过。啊，即摆有较艰苦，大家都较忍耐咧，共体时间，啊，咱甲这段时间度过，将来国家稳定、社会稳定的时阵，咱若需要讲，咱来当电价较俗，咱电价搁降嘛。我想这种物件这是自然，即边 COVID-19 影响咱的生活。大家改变足侪，对无？像咱即摆直接上这个节目，大家拢爱挂口罩。你看我迄个目镜吼，雾甲安尼，我嘛无法度，嘛是爱挂口罩吼，安尼无法度啊。这就是咱生活拢受到影响。是，委员啊，咱拄则讲着讲到2025年吼，咱的绿能发电爱到2成吼，啊，咱即马统计资料讲，咱即马做有够的是7成。毋是7成，是7%啦。啊，7%到2025年，爱变做2成，都是20%。委员感觉做了有够紧？目前就是讲，绿能的即个发展吼，当然要到2025年吼，会当到20%，的确有伊的困难。啊，即马到底要安怎做？吼，我立法年，我入去立法年以后，吼，我当然感觉讲像咱。迄个家户的迄个屋顶，吼，家户的屋顶紧来鼓励，吼，来设这个太阳能屋顶，吼。是。啊，太阳能屋顶你若设，万一吼，若这个大停电，还是讲大跳电的时阵，吼，咱家己有会当发电嘛，吼。所以这要紧来做。啊，目前就是看到讲政府的部分，吼，就是讲中央甲地方这边，吼，这个补助。也是伊讲伊的配套的措施，也是讲相关的这个技术的一些瓶颈，哈，包括人力的不足，都影响到讲家户这个屋顶的光电屋顶的设置。啊，今仔日咱嘛有看到讲媒体有报道讲，能源局未来对这个新的这个建筑，也是讲。旧的会积极去要求公设这个太阳能屋顶，我想这个部分对这个绿电的成长应该是有帮助哈，有帮助啊。即马但是讲绿电的发展吼，咱嘛看到讲其实即马就爱去想到讲伊可能产生的一寡问题吼，像国安问题。吼，像即个破坏文化遗址的问题，也是讲农地，吼，也是讲湿地，吼，真侪即个
光电的这个绿能哈，都是遇到很大的抗争，甚至砍很多树哈。是。好，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政府目前在发展绿电哈，配套是做得不好了哈。我立法院嘛是用足侪时间嚟协调，讲为什么你环评的规矩吼无定啊较明确，还是讲倒位会使做，倒位袂使做，所以造成控争啊。所以这个控争当然嘛是造成这个绿电的这个成长哈，这个速度慢下来哈。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价格的问题、原物料的问题，这个部分也是嘛是真大的问题。啊，目前我来看吼，咱即摆再生能源推动咱的地热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台湾的地热的潜力，譬如说会当到7个 Giga， 至少7个 Giga。啊，不过咱目前连1个 Giga， 或者是连0.5个 Giga 都没有哈。就是讲，这个能源局对这个部分的这个相关的补助，还是讲相关的推动的迄个政策面哈，还是很慢的哈。所以怎么样让2025，我是感觉讲会当达到20%，咱袂使讲嘛是爱去相对去照顾着讲咱的生态环境的这个不要去受到破坏，然后像这个家户屋顶，还是讲节能。节能爱紧来做吼，还是讲咱的建筑的绿电吼，要安怎来加强这部分，应该是会当紧来做。是这拄则委员讲这，我简单补充一下啦吼。你这落后，拄则委员讲到，其实咱一时要增加足侪迄个再生能源，足侪物件咱拢在学习啦。包括委员讲的这个环评啦吼，一寡配套措施，其实咱都在学习。所以讲咱进度无法度赶紧，有一个原因嘛是制度上、工程上、技术上，咱足侪物件拢在学习。这学习是需要过程啦。当然我相信政府嘛是真认真，想办法。包括委员，立法委员，我听起来这委员嘛真用心。搁这个中业，公民团体，我是感觉讲咱社会来共同面对这个问题啦。安尼今仔这再生能源的发展，这是国家未来发展一定要行的路。即摆进度不如预期，咱大家公民团体委员甲这个政府，看要共同民间共同合作，看会当互咱这个进度慢慢赶起来。是，中央遐拄则委员讲到讲，政府即摆有咧补助民间厝遐用太阳能板除了安尼以外，民间用这个太阳能来发电，伫眠时的时阵，因输出的能源台电油源会甲买倒转去政府这的做法，公民团体看起来，还阁会当做啥物款的部署来刺激绿能的发展？其实即马2020讲离这个目标应该是做袂到啦。经济部拢有甲你讲啊，讲伊讲要2026年的逐月才有法度来达标啦。毋过要到时才知影有做到无啦。毋过即马来看过去头拄我要echo咱董事长讲的过去的政府在2016年进前是无在发展任何的再生能源的。是。所以其实换了蔡政府上台了后，伊又讲伊要来做这再生能源嘛。讲实在，过去法律嘛无够完整，土地技术拢唔知影在倒位所以其实伊是淡薄仔来。所以其实咱过去看咱过去想讲农地啊，足大片的所在无法度种物件的农地来种这光电，敢有法度开始做了后，大家讲无，这农地是要互农产品来用的，袂当互你来用这电的。所以迄当阵应该是两当正前，农委会阁讲我要关掉这大家来种这太阳能的这个发电的方法，关掉。关两当了后，大家看实在无其他的土地会当来种这太阳能啊，所以伊有淡薄仔要开放一点小的。所以其实咱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政策嘛要学习，技术嘛要学习。所以其实咱咧发展这再生能源，虽然有一个目标，这目标有淡薄仔困难，毋过因为有这目标，所以大家要来继续来做伙行。不管是民间，不管是咱立法院政府的政策，阁有业者，咱要做伙来学习，来要安怎做会当做到。所以譬如讲过去咱
在厝内底吼顶悬起咧屋顶光电吼，是咧卖互台电，台电买了以后，伊咧费用互你吼，有一个趸购电价，互你感觉讲我卖的电足贵的，不过用电的电费足俗的，会当有咧补助的感觉。不过其他的全世界其他的所在，拢是较鼓励是自发自用，家己发的电家己来用，用啊有剩啊才袂掉。讲实在，安尼对咱的能源的使用的效率是较好的。所以其实这个政策过去是补助互大家讲趸购电价的费用较悬吼，所以鼓励大家来家己的厝内底顶悬来起台湾发电。不过长期来看，伊这政策嘛是要调整的。是。不然无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对咱的运输的过程当中出现其他的问题，对咱的电的使用嘛是毋是效率上好的。是。所以其实咱的政策是一步一步在行吼，有拄到问题，咱就来调整。所以咱大家拢知，即马大家拢过去，咱佫怀疑讲为什么要做再生能源啊？再生能源较贵啊，为什么爱做吼？即马台湾应该是有共同的目标，讲我一定爱发电这再生能源。是。那一定爱发电，要安怎发电？头段老师有讲嘛，有在农地、海岸的各种问题，拢有在即马有在发生，所以咱要为咱的政策、为咱的法律来做调整。所以总共来讲，其实这目标是一个咱鼓励大家、督促大家要一定爱做到的一个激励的效果啦。不过咱即摆来看太阳能、风力发电，好多老师讲的地热，吼，这是规个再生能源在台湾有啥物法度来好好起？因为讲实在，20%一定唔是咱最后的目标啦。是。全世界都爱拼讲，敢有法度100%吼，完全都靠这再生能源来发电。其实欧洲有足侪国家即摆已经淡薄仔要行到这位啊。咱台湾即摆20%，讲实在拢是较落后的啦。是。不过20%即摆拄着遐侪困难，毋是讲无爱做，是搁要想办法来好好做。好好做了啊，来拼讲以后咱要追求咱净零碳排，吼零碳的在发电的时阵，这再生能源是一定搁较多，所以即摆是一个过程啦。是。副董事长，再生能源这个产业，你专门的。咱做绿能吼，除了大家酷做以外，嘛需要来整合一个教育的部分，这都是你咧做的，敢毋是？是，对，这个你阿土你问了真好吼，就是讲你即摆咱较早吼，电拢是台电发、台电咧卖啦，吼，咱因有再生能源了吼，这个再生能源发了会用卖互用户，嘛用卖互台电。另外就是讲，因为这个再生能源了，再生能源伊本身是无稳定的，有风有电。有日头就有电啦，无日头无电，无风无电，所以无电的时阵，台电变做爱紧急甲民间买电，所以咱即摆足侪人都会讲都能啦，储能，说这个储能，这个储能主要目的是啥？就是讲咱这个再生能源，突然间无电的时阵，这电要倒来，储能上紧啦，上紧，包括这个抽蓄发电，用这个水，这嘛是上紧，所以有这个储能，有这个再生能源，有当时民间爱用电，有当时台电爱用电，所以你就爱有一个交易的平台。这交易平台，即摆就是民间嘛开始在做。包括讲你这个储能发的电要哪卖互台电，什么时阵要卖互伊，一度电要卖偌济，包括民间因为大气候、大客户因为需要用绿电，用某一个比例的绿电，这绿电要安怎买？就是靠这个交易平台来管理啦，所以这个嘛是一般咱在讲的，还有一个叫做虚拟电厂。虚拟电厂就是我本身我在卖电，但是我不一定有电厂，我电位倒来，就是人发的电，我甲整合起来，来卖，这整合起来要卖时，我就当配套啦，台电伊即摆欠什么款的电，我就卖互伊，是讲咱即摆电网内底欠什么款的电，我就卖伊什么款的电。安尼做对咱全国的电网的好处，具体来讲是啥？当然，你若讲安尼做会好了吼，咱这个电网，因为你这个电的稳定嘛，那电若稳定，你这做其实嘛是配合台电，互咱这个规个电力系统会当稳定。你若做会好，当然对咱这个电力系统的稳定有真大的帮忙。比如讲，上大的就是讲你即摆再生能源无，无的时阵，你爱有电来发。你若无电吼，伊即个有可能就会跳电嘛，这储能就是要做这个工作，这有当时要爱是足紧的，一时间你就这电爱入去，所以这个交易平台，
这规个对个虚拟电厂，这当然对未来这个电力稳定，尤其是再生能源增加了后，电力稳定有真大的帮忙。这就是具体来讲，都是一个春秋的空间的概念。当然，你讲无唔对，所以你这虚拟电厂就那像一个大水库啦。哦，无共款发电的人，甲这电来这个大水库，这大水库看这电要哪甲分配出去。是，中刚兄弟最后敢有要补充？所以头拄咱节目一开始是要讲咧电价的问题嘛。其实起电价了后，若是讲台电伊有搁较侪钱，咱正经咱3月出现问题是电网出问题嘛。电网要修理嘛是爱钱嘛。头拄迄即咱当时中讲的一块用电的一块管理的方法，和建设嘛是需要钱。咱台湾是一个大电网啦，所以拢是台电较侪拢是即摆拢是伊咧控制。所以其实起电价即件代志，除了反映伊的成本以外，若是讲有搁较侪钱，互咱的单位的电力搁较稳定。我想讲大家讲实在，大家毋是讲惊电费啦，惊欠电啦，电网稳定。